太宰治，酒闲。主人公连续2天喝酒，早上醒来发现4个空酒瓶，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。为了迎接3位客人，他早早地紧张地准备好了酒。他小时候只见过 W 君1次，但后来意识到报纸的寄送者正是他，从而促成了重逢。他清晰地记得 W 君的脸，并将其画在明信片上寄了出去。虽然他讨厌在家存酒，但这次因为特殊的机会，破例准备了较多的酒。他意识到自己没有酒就无法正常交流的弱点，因此为宴会做了准备。聚会当晚， W 君讲金青方言让他感到高兴，于是他开始大口喝酒。Y 君和 A 君也加入进来，重逢的喜悦让他不停地喝酒。第2天早上得知没有出什么乱子，他松了一口气，但也对没能好好招待感到后悔。他又与来访的 N 君及 Y 君夫妇一起喝酒，最終喝光了4升清酒。太宰治的酒鹽是一篇自傳性質濃厚的短篇小說，描繪了主人公對酒的厭惡與依賴之間的矛盾心理。他一方面期待與舊友重逢，另一方面卻無法在清醒狀態下自然交談，對自己的軟弱感到痛苦。他厭惡家中有酒的存在，卻又無法控制自己飲酒。醉酒時他獲得暫時的放鬆，清醒後卻陷入深深的悔恨與自責。故事用幽默又敏銳的筆觸，刻畫出主人公渴望人際聯繫卻無法坦率表達的內心掙扎。這不僅是關於酒的故事，更揭示了太宰對孤獨和人性弱點的真實描寫，引發讀者深深的共鳴。